家好，我係 Vicky，而家嚟到安寧花園嘅5座嘅中層式單位，實面積係455尺嘅房，我哋一齊睇下先。呢個單位嘅賣點係有一個4方形嘅客飯廳，空間感十足。客廳坐向西北，遠處可以望到將軍澳泳池景。廚房有翻新過，換咗電磁爐，減少油煙。呢度係主人房嘅位置，大約有110尺嘅面積，一邊做睡眠區，另外一邊可以做衣帽間。房間望出嘅景觀極之開揚，私隱度極高，有山有水嘅景色。呢間小睡房呈4方形嘅間隔，大約有52尺嘅面積。浴室有翻新過，做咗乾濕分離嘅淋浴間，方便打理。計算啦，如果